我問你啊，你有冇自己最唔想要嘅其中一種情緒啊？如果有嘅會係咩咧？嗱，估下先啦。Anger 憤怒啦，anxious 焦慮啦，妒忌、羞愧、悲傷、興奮。其實好少唔要興奮啊，因為偏向正面開心。嗱，大部分嘅朋友仔咧，有時同佢哋傾起咧，都會講到有一兩個自己特別唔中意自己有嘅一啲情緒。嗰啲好似你覺得冇咗呢個情緒就好啦，可能我會好過啲咁樣嘅分享啦。我以前都試過有一啲情緒我想唔要，就我最唔想要一種焦慮，嗰種係會令到好自己好緊張，下一下要發生嘅事係點樣，而自己掌握唔到嗰種嘅緊張，嗰種瞓唔到要諗好多個版本，諗定個應對嗰種嘅焦慮。我用咗好長嘅時間去學習，慢慢將自己去放下掌握唔到嘅未來，去放下呢一種嘅焦慮，咁係做得到嘅。經過一個不斷嘅練習，刻意反覆嘅練習係做到嘅。咁但係咧，喺嗰個過程之間，有一段時間我係直頭好唔中意自己，點解要咁 tense 咧？一個咁少少嘅工作，點解我要咁擔心？咁有一位老師咧就咁講啦，其實你點解要咁努力去放下焦慮啦？你有冇聆聽焦慮其實係一個點樣嘅身體反應，去同你講緊啲乜嘢咧？咁嗰刻我先發現，咦，我好似冇諗到點解我個身體會咁焦慮，點解我個腦袋咁焦慮？純粹係我係不斷喺度 confront， 喺度對抗同呢一種嘅感覺情緒去做打仗，但係其實我冇去聆聽自己嘅身體。所以今日呢一集咧，我都想同你講一講，就係你最唔想要嗰個情緒，可能其實就係你最需要去聆聽，最需要學習唔好同佢打交，而係去嘗試去認識，去了解多少少，可能呢個先係真正一個 liberation 嘅開始。喺心理學入面咧，有一個分支咧就叫做情緒功能主義 （Functionalism and Emotion）。咁佢嘅觀點就係咧，所有嘅情緒，包括我哋咧成日稱之為負面嗰啲咧，其實都有佢嗰個適應功能，即係話咧佢哋存在係有意義同埋有道理嘅，即係佢唔會無啦啦存在而其實唔 functional， 其實唔會咯。譬如 anger 憤怒，佢係話俾你聽咧，有啲好重要嘅邊界俾人咧侵佔咗、跨越咗，有一件事對你嚟講好重要，但係被忽略或者被侵犯。佢係愛嚟咧守護你嗰條界線嘅一啲守衛嚟嘅喎，又或者焦慮啦 ，anxiety， 佢喺度話咁俾你聽咧，有一啲你好在乎嘅事情存在一啲不確定性，一啲 unknown， 而你覺得係好大威脅，呢一個係你嘅預報警報系統嚟嘅。咁至於 sadness 悲傷咧，佢喺度話緊俾你聽，你失去咗一啲你覺得好重要嘅嘢。呢啲事情係需要被哀悼，佢其實係你一個愛嘅 index， 一個指標，即係你越愛，你失去嘅時候先至會越悲傷，係咪啊？咁所以佢係話緊俾你聽，你究竟有幾愛？而仲有羞愧啦，佢講緊可能咧喺某一個你好在乎嘅群體或者關係入面啦，你覺得自己冇達到某一啲嘅標準，佢係一個屬於歸屬感嘅一個信號嚟嘅。咁所以問題其實真係唔係嗰個 emotion 情緒嘅本身，問題係我哋有冇方法，有冇途徑去聆聽。所以咧，我哋對佢嘅反應係一係就 suppress 咯，一係就ignore 佢咁樣。嗱，古印度哲學咧就會用 kleshas 呢個詞咧去描述導致苦嘅一個心理狀態。Patanjali 瑜伽之父喺瑜伽經 Yoga Sutra 入邊咧列出咗5大嘅 kleshas， 5苦。1. Avidya 無明， 2. Asmita 我執， 3. Raga 執取， 4. Dvesha 拒斥，同埋 Abhinivesha 對消亡嘅一種恐懼。
嗱，第3同埋第4咧 ，raga 同 dvesa 就係咧講緊執取同埋抗斥、拒斥嘅意思，即係話咧我哋對感覺咧本身有呢兩種嘅基本態度，執着於讓我哋好 feel good 啦，然後跟住咧好 resist 一啲讓我哋咧感覺唔良好嘅嘢，即係我哋咧不斷去搲同埋不斷去拱走，咁呢兩樣嘢其實都係會讓我哋好攰嘅。而真正嘅解藥係乜嘢咧？真正嘅解藥，你唔係要去消滅情緒啊，而係我哋去學習點去 greet 去招待嚟緊嘅一啲情緒。好啦，所以今日個工具箱有啲咩咧？咁我哋咧就係用一個咧正念心理學入面咧一個好經典嘅技巧，叫做 RAIN。其實咧就係咧4個英文字嘅 initial 啦。咁咧我哋就叫佢做一個歡迎情緒嘅儀式啊。好啦，嗱咁 RAIN 其實 stand for 啲乜嘢咧 ？R 即係 recognize 認識同埋辨識到佢。A 係 allow 容許允許。I stand for investigate 去探索。N stand for nurture 去滋養自己嘅。所以我哋試下咧好完整咁樣去練習下先。你可以帶入一個你最近感覺到嘅一個 emotion， 哪怕係今朝咧，可能係好不耐煩啦，有人煩親你，或者可能係好擔憂啦，憂慮緊一啲事情，乜都得嘅。你唔需要用一個好大嘅 emotions，一個細細嘅情緒，而你係留意到嘅。嗱，咁首先第一步啦 ，R 去認出佢 recognize 到先。你將嗰個情緒帶到佢面前，試下俾個名佢，即係咧試下唔好諗係I feel bad， 而係試下好具體咁樣去話俾自己聽個情緒。嗱，佢係屬於 anger 嚟嘅，定係佢係一個 anxiety 嚟嘅，定係佢係咧喺我嘅好攰嘅 fatigue 當中咧有少少 sadness。試下將呢個情緒咧精確地咧去 label 翻，究竟佢係一個點樣嘅情緒先。研究顯示咧，淨係咧你能夠好精準命名到你嘅情緒，已經能夠咧降低到杏仁核嘅活化程度噶啦。所以首先我哋咧要好effective 咁去 label 到你個情緒先。好啦 ，step two 就係要容許去 allow， 同自己講，我容許呢個情緒喺呢度，佢可以喺呢度，我唔需要立即去將佢趕走。即係話咧，你容許，你唔係認同啲情緒，而係你話俾情緒聽，我知道你喺度 ，and that's it， 就係咁多啫。好啦，跟住 step 3啦喎 ，I investigate 去探索下佢。嗱，試下咧帶住少少嘅好奇心去問呢一個情緒，情緒啊，你而家喺我嘅身體嘅邊個部分啊？會唔會係谷住喺條頸度，翳住喺個心口度，喺個胃嗰度翻騰住？我哋試下咧研究下，試下咧去形象化下嗰個情緒究竟係咩形狀啊，咩顏色啊，咩溫度啊？或者呢個情緒會唔會可以咧話到俾自己聽，其實佢喺度保護緊我哋啲乜嘢咧？我哋嘅 boundary， 我哋嘅愛。好啦，嗱，當你咧去 investigate 到之後咧，你就試下第4步啦喎。第4步就係 N 去 nurture 自己。你問下自己喺呢一個情緒入面，我最需要係啲乜嘢咧？嗱，可能係一句唔緊要嘅，你可以有呢個情緒，或者淨係一個好深而長嘅呼氣。或者咧可以係將手放喺胸口前面，感受自己手嘅溫度，呵下自己心口仔。哪怕任何一樣，就係讓你感覺咧會舒服翻、呵護翻自己嘅一個小動作。試下咧做成個 RAIN 嘅練習，大概我諗可能用你3至5分鐘到啦，少少嘅時間。咁咧有一個詩人叫做 Rumi。
唔知大家有冇時候可能去 search 一啲quote 咧，一啲好 inspirational 嘅 quote， 我成日都會 search 到。有一首好著名嘅詩叫做《客棧》The Guest House， 咁入邊有一句咧係咁樣嘅：把每一個情緒都當作客人，邀請他們進來，歡迎並招待他們每一個，即使他們是一群哀傷，是一群惡意，是一群卑鄙，即便他們暴力地掃蕩你的屋子，清空你所有的陳設，依然要尊重對待每一位訪客，因為每一個都是被彼界派來作為指引而來的。喺瑜伽哲學入邊咧，咁對於呢一個係平衡嘅概念咧，係 Klesha Vipassana 煩惱的成熟。佢話呢啲冇被面對嘅情緒模式，會喺我哋嘅生命入邊咧不斷製造同樣嘅情景，直到我哋願意去面對佢。而面對嘅方式就係看見佢、感受佢、讓佢說話，然後再放佢走。即係我唔知大家有冇都試過一啲場景，就係咧，好似有一啲人生嘅課題或者人生嘅場景咧，就係不斷無限loop不斷嘅循環，然後去到有一轉，你真係識得去學識面對，你就覺得嗰個場景冇再出現過。但係如果佢繼續依然咧，久唔久發生你嘅生命入邊，可能呢一個真係我哋人生嘅功課，要去學識去 deal with 佢。所以今日嘅 prescription 嗱就係啦，揾一個咧你覺得有少少唔舒服嘅情緒，嗱記得啊，唔好揾一個咧好大嘅情緒，即係嗰刻你都冷靜唔到，可能係少少厭煩、少少嘅納悶都可以啊。然後去試下做一次 rain， 記得嗱要去 recognize 佢，俾個情緒個名佢啦，同佢講我見到你啦，跟住之後咧 allow 佢喺度 investigate 下佢喺邊度係點樣噶，最後呵護翻自己，呢個就係成個 RAIN 嘅步驟。下一集咧，我哋就要進入一個咧好多人都覺得有用但係好有挑戰性嘅概念，你嘅情緒內受窗。咁我哋下一集再見噶啦喎，Namaste。